你有冇覺得自己係漏財命？每次儲錢儲到一定嘅金額，就總係有意外令到你使咗佢，存款始終突破唔到關口，甚至投資都係蝕多過賺。歡迎收睇《餘生軒》。如果你正處於呢一種留唔住錢嘅狀態，我有一個聽起上嚟好不可思議嘅建議，就係唔好再逼自己儲錢啦。對於漏財命嘅人嚟講，錢就好似手心嘅沙，你捉得佢越緊，佢就流失得越快。命運就好似同你作對，你越係想累積金錢，佢就越係要製造一啲意外，令到你破財。其實你一生嘅課題並唔係學習點樣去慳錢，而係學習點樣去使錢。只要學識將漏財轉化，你就可以逆轉命格，成為吸金體質。第一個破解方法，將錢轉化為無形資產。錢係會被意外去帶走，但係知識同技能就唔會。與其將現金放喺戶口等住俾命運去沒收，咁不如主動出擊，將錢花喺投資自己嘅身上。當你將現金變成腦袋入面嘅智慧，呢一個就係最穩賺嘅投資，可以直接提升你嘅賺錢上限。如果你知道自己當下或者未來有破財運，與其坐以待斃，不如主動規劃一筆大額開支。例如，當命理出現財星破印，通常預示家宅或者長輩方面有波動。呢個時候，你可以主動將錢花喺家宅優化上，例如換一套家私、翻新裝修，甚至換樓搬屋。呢個喺命理上叫做應劫。既然呢一筆錢注定係要使出去，咁與其去等意外發生被逼去使錢，咁不如就由你自己掌控主動權。第三個方法，漏財命最怕戶口有閒錢，你必須主動去鎖死現金流，將錢換一種形式去存在。譬如你可以配置一啲比較保值嘅實物，係可以隨時變現。因為當你將現金換成實物，就可以防止你去衝動消費，又或者意外破財。你亦都可以揀一啲穩健保本嘅理財工具，強迫戶口淨係留低一啲必要嘅現金流。漏財命並唔可怕，可怕嘅係你繼續用一個錯誤嘅方法去同你自己嘅命運對抗。當你唔再糾結於存錢，而係專注喺增值，你會發現財富反而會換一種形式，更加長久咁樣留喺身邊。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幫你走向豐盛人生。如果你覺得有啟發，記得訂閱《餘生軒》，我哋一齊變得更好。下次見。